台中西屯区一间诊所大门口倒啊椅啊方便注疫苗的民众，不过这间诊所煞人指控讲，互无护理人员资格员工来替民众注疫苗。一位叶小姐伫面册破文讲，诊所无用袂怪，竟然互无资格人员来到注射，洪主角出代志，才检举了了，各打卫生局的公文。听到只会觉得很惊讶啦。我觉得还好，反正就是都要打针啊，力不足吧，毕竟大家都很忙啊。看诊的民众拢无听过这件代志，不过洪指控的诊所无愿意回应。那经过本局现场稽查以及相关市政调查的结果，涉及违反护理人员法等相关规定。本局依规行政裁处。卫生局调查了后，证实这间诊所有一个无资格工作人员，原本是做行政的工作，煞替民众来注疫苗，违反护理人员法，罚款5万块。不过民众安怎自保，来知影注射医护人员到底敢有合法？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的话，就是只要是医疗人员在执行医疗业务，都会佩戴这个执业执照。职业执照上面就会有详细的记载，这样子。诊所医生强调，合法医护人员拢会挂职业执照来做医疗工作，民众会使看敢有执照来保护家己和保护别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